两名共哈发。今天来到我们课堂上的是一位全创作很优秀的新生代男偶像歌手，欢迎张丰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丰毅。欢迎。从我以前在做娱乐新闻的时候到现在啊，认识算蛮久，但从来没有吃过饭啊。我想说大家。圈内朋友很少，大家可以约一下。你有喊哦？你有空吗？我冇喊，我没空。我冇喊。那你那些时间开有喊，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不用撩你，放假日。然后明天刚好是不用撩你放假日，星期六，不然明天我们去大雕西聚餐怎么样？可是因为就有活动，尤其是假日，又拒绝我了。没有，不过之后如果改天有空，就哈尼拜就是下一次。对，下一次哈尼拜。对，麻将也才够意思，怎么从头这样一直讲到最后？居然说爱莫喊我没空。好，我们来复一下今天的课教好不好 ？OK。你有空吗？你有喊么？我没空。我冇喊。嘿，我冇喊。放假日不用撩你。厉害。聚餐大雕西。厉害。下一次哈尼拜。这一句也是你最会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说定。哈尼拜，我们可以约一下去大雕西。OK。复习时间，你有空吗？你有喊么？我没空。我冇喊。放假日不用撩你。聚餐大雕西。下次哈尼拜。行真嘢客家 VMP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